園裏有什麼？猜猜看，花園裏看得到的是什麼？看不到的是什麼？不用猜，我知道。花園裏看得到的是丁香花、炸醬草、金盞菊，以及小果的椰子樹。還有，哎呀，太多了，我說不完啦。花園裏看得到的是花草的清香，涼涼的微風。還有呢？還有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啦，我沒看到，怎麼會知道呢？翻開泥土來看看，裡面有什麼東西？哇！這是樹的根，這是草的根，這是還在睡覺的蟬兒，這是蚯蚓挖的隧道，這是小螞蟻的家，這是小螞蟻的蛋。還有，多得說不完的東西，這一些用眼睛看不到，因為它們都藏在泥土裡。有一些東西有時看得到，有時看不到。你知道那是什麼嗎？像藏在樹葉下面的毛毛蟲，藏在草叢裡的蚱蜢，以及停在花朵上面的小蝴蝶，只用它們不動，你就很難看得到。